年屬牛嘅朋友，今年感情運勢比較平穩，未必有好大嘅桃花星，但都唔係太多感情波折。咁我哋就講下 Gemini 啦，因為呢個 topic 咧實在太重要。香港人咧終於可以用到 Gemini，咁但係而家咧可能嚟講咧，因為佢要慢慢咁樣俾你哋噶嘛，咁你哋嗰啲 App Store 啊，或者你哋即係 Samsung 嘅 Play Store 裏邊咧，都要等一陣間佢就會出現咗喺你嗰個App Store 裏邊嘅。咁你喺嗰個商店裏邊咧，咁你就可以下載呢個 Gemini。但係咧，我仍然咧都會擺一條 link 喺下邊，咁睇下你哋揾唔揾得到啦。因為而家咧佢已經宣布咗咧 Google Gemini 咧，而家個個人都用得到啦。尤其是 iPhone 嚟講嘅話咧，都可以用到 Google Gemini。因為你都知 iPhone 啦，佢哋自己有自己 AI， 但係咧佢都俾你哋用 Google Gemini。點解咧？因為 Google Gemini 嚟講咧，真係好有用嘅。如果你未睇我上一條片嘅話咧，睇我上一條片。今日咧我就會教你咧多啲嘅功能咧，你係可以了解下啦，清楚下啦。因為咧呢啲嘢咧其實係好得意嘅。仲未撳 subscribe 啦。咁我而家咧就會用一個 iPhone 17啦去教你 Gemini 嘅功能嘅。咁第一樣嘢咧，我哋2月嗰陣咧就係農曆新年啦。咁咧新年嚟講咧，好多人咧都話不如睇下我嘅運程啊，手掌點樣樣啊，可唔可以睇相啊？塊面啊，可以睇到啲乜嘢啊？咁其實咧，你知唔知道 Gemini 咧係可以做到咁樣嘢嘅喎？你譬如話，我而家咧就當我影一幅相，用我個手掌嘅 ，OK？ 咁影咗幅相之後咧，呢一個就係我幅相啦，就有個手掌嘅。我而家咧係可以用 Gemini 叫我話俾佢聽，呢個手掌可以同我講到啲乜嘢。咁咧我就點樣樣咧？我直情咧就去 Gemini 啦。咁咧就之後咧下邊咧有個加字嘅。咁我哋就之後咧就入去個相簿裏邊就揾翻同一幅相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叫 Gemini 做啲乜嘢咧？我哋叫 Gemini 咧幫我睇相啦。咁我就話幫我睇相。咁你知唔知 Gemini 咧係可以用中文版啦，同你講晒你手掌上邊嗰啲掌啊，你個生命線啊，你個生意線啊，你個事業線啊，同埋你個感情線咧，佢會一清二楚咧話晒俾你聽，你今年咧個運程啦，或者你下一世嘅運，你未來嘅運程點樣樣啦，佢係會話晒俾你哋聽嘅。咁咧佢已經咧就話俾你聽健康啦，又有溫馨提示啦，你見唔見到？咁咧用 Gemini 咧做呢樣嘢咧係做得到嘅。咁同一個道理啦，你係可以影塊面啦，你係可以影手掌啦，你係可以問下佢今年你嗰個運程點樣樣。譬如話你屬牛嘅、9月嘅、85年嘅，咁應該你今年嘅運程點樣樣咧？全部一清二楚咧話晒俾你聽嘅。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功能咧喺 Gemini 裏邊。我就想講俾你聽咧，就係呢粒嘢啦。OK， 側邊呢粒嘢。咁呢粒其實嚟講，佢而家咧係可以做到咧，係用普通話啦。我係未試過用廣東話嘅。呢一個咧就係純粹咧就同佢傾偈啦。OK， 咁咧我就而家就大聲啲啦。Hello Gemini， 你好嗎？你好，我好，多謝你問候。話時話，頭先同你睇緊掌紋，唔知仲想唔想再知多啲呢？定係有其他嘢想傾下？我想睇下我今年嘅運程點樣樣。今年係乙巳蛇年，如果你想知準啲嘅運程，可以話我知你嘅邊年出生，等我幫你睇下生肖同流年太歲嘅關係。想睇事業、財運、感情定健康先？我想睇感情。想睇感情運啊！如果你知道自己屬咩生肖或者出生年份，我就可以幫你睇下今年有冇桃花星或者紅鸞星動，甚至留意下有冇需要防範嘅感情波折。方便話我知你嘅生肖嗎？我係9月20號生日，1985年。收到，1985年出生嘅你屬牛。1985年屬牛嘅朋友，今年感情運勢比較平穩，未必有好大嘅桃花星，但都唔係太多感情波折。如果單身嘅話，可以多參與社交活動，擴大朋友圈，增加認識人嘅機會。已經有伴侶嘅你，今年感情會更加穩定，
可以多交流溝通，增進感情。仲有冇其他方面想睇㗎？咁不如講下事業。屬牛嘅你呢，2026年事業亨喜嘅好㗎，有貴人幫助，做嘢容易順利。尤其是如果你做啲需要同人溝通合作嘅工作，會更加突出。不過都要留意小心細節，唔好太草率。有冇特別想知邊方面嘅發展？例如升職、轉工或者創業？創業啊！屬牛嘅你，如果想喺2026年創業，運勢都算唔錯，有機會得到貴人幫手。不過創業始終要面對好多挑戰，所以事前嘅準備功夫一定要做足，例如市場查、資金規劃同埋商業模式。有冇話想做邊類型嘅生意？定係仲考慮緊？一個就係 Gemini，咁你哋係可以試一試用 Gemini，OK iPhone 啦，去試下玩呢啲咁嘅嘢嘅，真係非常之方便啦。你唔使入去 ChatGPT 啦，全部咧喺個 Apps 嗰度咧係可以做得晒嘅。咁希望呢集幫到你啦，咁 subscribe 撳鐘仔，下一集再見到你，拜拜。